我咧最近放山代地开始。来，2015年过去，开始充电，2026年啊，开始充电。水泥啊，也不以前这边都是啊，就是水泥的。你搞的嘛？啊，无了古年啦，水泥啊。无啦，马路呢？咁多钱你话呀？就给你打的呀？马路唔打的个，马路呢嘛？马路是。你怕对啊？应该相对。山在起，年年个万难，听闻老人怨。是呗，啊，就是咱太好了。放我啊！一个人安迪的不是明星，应该是不是明星啊？叫挂布。因为听我那里没干。有时的暗也会。好了。